中嘉集团今年持续携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，共同推动媒体素养教育。透过创新的主题桌游体验，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，带领学子们玩桌游学媒体识读。学生扮演各家媒体，要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。最后也反思，作为一个乐听人，在接收媒体讯息时，是否具备有媒体识读的能力。你要拿捏在你的收视率还有你的可信度中间做一个平衡，这样子就是你不可以一面也追求其中一个数据太高，可能会造成其他数据上或是你的金钱上会不够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我来说还蛮吃重你的平衡能力，就是你的多方考量能力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因为就是变成说，经营者会有经营者的角度，但我作为民众，我就要去理解说，为什么台湾要让我得知这样的讯息，这样子会不会有他们的利益考量这样？所以我觉得还对乐听人的识读能力是有进步，是有提升能力的。因为其实它毕竟还是游戏，所以你不用考虑就道不道德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觉得，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些，确实是可以得到最多利益。我会觉得，就是真的是太多背后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啊，它后面是怎么操作的，然后就是一些财团的利益关系。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，我会觉得说，我应该更了解这些东西，来帮助我去辨识这些消息之类的。我所开的这一些课都是海大第一次开出来，就包括当代传播问题、媒体素养，然后这个影音制作或者是采访写作等等，这样甚至包括你们所想象的电视的主持啊或什么的。那事实上现在应该社群媒体的关系，所以几乎都是很多年轻小孩子可能是他们的标配。但是要让它能够变成课程，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能够开在大学里面，毕竟还是需要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资源。那一个老师教，我觉得还是需要跟所有的这个传播科系相关的老师合作。那陈品宏老师是台师大在开这个媒体素养相当这个资深的老师，所以我来了之后呢，已经跟陈品宏老师合作了3年，就是有的时候是当代传播问题，有的时候是媒体素养，有的时候是采访写作，有的时候是制作课程，然后就会让这个陈老师也来海大跟同学们互动。那今天都进行的是桌游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理工的学生在玩桌游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灵光的。所以我们在教学上面，以我们从媒体来的人都会希望在教学方法上面的突破跟创新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媒体的任何课程绝对不是理论的课，然后把这个书读一读，把它吃进去，所以我们都会用实作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桌游在今天带来给这个海大理工的学生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新的体验。今年我们就是跟中嘉还有持续的保持产学合作的关系。那有2个计划，一个是媒体素养的活动推广计划，一个是我这个媒体禁用，就是推广公用频道的计划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，也就是推广我们前1年度的媒体素养的桌游，然后就带大家来玩媒体是怎样子来营运的，然后有透过策略啊来做一个让玩家来体会媒体的生存的手段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就是很感谢中嘉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些援助，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边推广这个媒体素养。除了玩桌游，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宏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各种媒体的运作，包括网络上的讯息也深受大数据和演算法来呈现内容。参与这堂课的学子们都说收获很多。老师的角度让我更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之前就有听到说大数据之类会影响我们的讯息接收、同温层这样的讯息，但是老师的讲解或是他的视角让我觉得更清楚这样子。刚刚那个炳宏老师讲最后一个，他有说那个就是麦克风会就是随时我们手机放在旁边，然后他就会听到我们讲话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可能。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讲一些麦克风啊有的没的问题，然后可能隔天手机上啊，然后什么网页、Google、IG 上面都会出现麦克风的广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恐怖。今天上完老师的课，其实我也是算是有被启发到啊，我会觉得说，就是确实我们
看的时候太表面了，我们会觉得一来我也会觉得说，媒体就娱乐啊，就是大家都报差不多的东西，然后就看看就好。但是就是不知道就是他们只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，然后我们没有就忽略了这些背后的含义这样子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也感谢中嘉集团持续投入经费，共同深入校园来推动，期盼更多学子都能具备有媒体素养与辨识媒体内容的基本能力。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。